阿就是花花，你嘛是些兔子呢？卢卡兔提兔，只出自瓜比，啥子一只瓜去俺喽？哈巴出马干呢？不啥里木瓜子都这不里的，咖喱莱姆拿啥绿米大嘛绿皮瓜，马里米大嘛咱们来吃第瓜子不干喽？马里呢有时米大嘛，大不吃啥来着吃肉的，你不大嘛俺喽？木瓜子多呢，马里第瓜多里是，人吃木薯花花，是怕呢努比第路别喽。不卡贝克图马的马里阿克都叫莫里斯，贝克图马伊妈咪阿是阿妈马斯尼都叫啥地喽？木瓜子多里伊的马里奥他就阿里贝呢努那不少人吃木狗，努呢在努个里斯在提罗黑拉木，努呢伊的耶稣木个那嘎喽，伊呢瓦马漂亮木。伊的呢，摩罗耶稣阿比库昂哦，是怕乌萨里伊不怕大乌，只能听呢伊的哥哥，过来是伊呢，第次提巴，雅各吃啥来着不瓦地人哦，伊关呢阿天米马罗伊别喽，马里里木瓜子的的，我呢咱们来听俺呢，他妈阿里漂亮大西别的，木瓜子的里伊的。是什么行业？努得也拉是，摩罗耶稣伊万家马里，努得比利亚姆。过来呢，努很那么是什么？在努古马丁耶，不是阿比比夸我，那努是努话也里啥不呢？只无两米，一年在提罗无差喽，喝得手里一得，做绿马比快米，一个度两马，阿们还把出马抓喽。阿里边呢，不是伊嘛巴拉嘛阿什米嘛就别喽，过天马里里，我呢是怕就嘛我，努别马里比我过去过漂亮子别个喽，过天莫瓜子对呢一代比几个，阿么一个嘛呢，不是一些推过比我喽。